經歷5小時手術 ，Selina 淚眼望爸爸。上星期喺上海拍戲遇意外嘅 Selina， 前晚由醫療專機送返台北後，尋日接受第1階段嘅清創手術。佢喺爆破意外中燒傷面積達 50%，30% 皮膚屬3度灼傷，最嚴重係雙手手臂、手背，仲有背部同大腿、腰部同小腿都有啲灼傷，而塊面亦起咗水泡。早上9點，Selina 就進行了清創的手術。那在2點鐘的時候順利的完成。那手術的過程非常的順利。那目前接下來的2週到3週就是傷口的復原期。而任爸就話 Selina 遺傳咗媽媽樂觀嘅性格，很堅強，我非常的訝異。他可以講話，他可以講話，大家描述一下。他就是眼神就是泛着眼淚嘛。然後對，有點激動，然後爸爸就教他，然後就跟他講說要大口氣的呼，大口氣的吸氣，這樣保持心情的平穩。對於呢場飛來橫禍，任爸爸話唔會責怪任何人，亦唔後悔俾個女入行。未婚夫張成忠仲一直陪伴左右。住喺 Selina 病房對面嘅家屬就爆料，話佢包到成個木乃伊咁。而喺意外中被燒傷嘅內地演員俞灝明，佢爸爸同經理人尋日亦喺上海開記者會，話俞灝明燒傷程度確診為深2度灼傷，傷咗真皮已經脫離危險，可以少量進食，冇毀容，但要做植皮手術。